評判你好。當一個釋囚喺監獄度面出返嚟之後，好多時都會感到前路茫茫，不知何去何從。為咗令到更生人士盡快融入社會，政府就提供咗好多嘅支援，例如喺釋前就有職業技能嘅訓練，又有心理嘅輔導、教育課程等等。而釋後更加有專人去跟進更生人士嘅處境，聽落好盡善盡美啊！可惜遠遠未足夠。正正因為支援嘅唔足夠，先至令到更生人士處於一個被動艱難嘅處境，喺更生路上面對好多嘅困難。先論就業方面，好多時因為僱主嘅偏見，或者佢哋嘅技能唔能夠符合工作嘅需要，令到佢哋面對失業嘅問題。又或者喺住屋方面，好多更生人士都淪為露宿者，朝不保夕。除咗生活上面嘅困難，佢哋更加要面對嘅係社會上面對佢哋惡意嘅批評、排擠同埋歧視。呢一啲因素都令到佢哋面對好大嘅壓力，令到佢哋處於一個舉步維艱嘅局面。不過，窮途未必係末路，要令呢一班更生人士可以喺絕處入面逢生嘅話，就有賴各界人士攜手嘅合作去改變佢哋嘅處境。除咗商界應該俾多啲機會呢班更生人士去聘請佢哋，又或者政府俾多啲房屋津貼、物質上面嘅支援之外，公眾教育都係非常之重要㗎。因為一個更生人士嘅處境係好取決於我哋對佢哋嘅態度同埋目光。其實更生人士嘅處境就好似喺人生嘅馬拉松上面跌低咗一樣，佢哋所需要嘅絕對唔係觀眾去學倒彩，而係我哋可以擔當啦啦隊嘅角色，為佢哋打打氣，投以一個友善嘅目光，又或者好簡單咁遞上一支清水，伸出一雙愛嘅援手，咁樣先至可以令到佢哋重拾信心，再次喺人生嘅跑道上面放心奔馳。多謝各位。